包餃子，包餃子，今日啊，隻靚女嘅啲包餃子啊，係咩？餅菜、豬肉加葱花。一陣間係咪細啊落嚟幫手咧？2蚊收買。靚女喺啲住嚟差唔多1個月啊，有咩感想？啲頭份除啲。而家唞得點樣嚟？啲洗肺。洗胃洗肺。洗腎。洗咩？仲有咩？哦，洗肝。一日飲啲啊！吸氧飲嗰啲捷克丹尼。阿平緊要啊！阿平係咩？阿平欠住 Glenvet 14，即係未來姑爺買噶啦。阿平貴嘢嚟到，阿平聽講係80。阿平細嘢80蚊美金喎，姑爺買唔會捨得飲喎，係嘛？隻細嘢落嚟啊 ！Hello。嚟。洗手咧，佢識唔好使欠嘅，佢識洗手嘅呢。洗手啦，佢開始嚟幫手啊！唔係啊，隻撳啊，你留住俾佢撳啊！佢要撳咩啊？喂，抹手拎嗰啲紙啊！喂，隻細嘢識聽白話啦呢嚇，細鬼佬啊！哎呦，仲識揮手拎 ，hello 拎，你講啊！你係你講一句咧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ow do you do this? 仲高過婆婆，啱住10歲人。You put them squares, right? 啊，你仲記得點做嘛呢？一撳，耶，記得啦啊！啲工你等佢做得㗎。How much you want me to pay you? $1 1蚊銀收買，佢講啊。哦，喂，咁我冇得拍啦呢，我要包餃子咧呢。喂，嚇？Did you wash your hands okay, baby? Yeah. Alright, Mom, 哦。開始做工。喂，有男。說什麼 ？Nail clipper 要下來。大爺落嚟啊！我在拍視頻啊，先提醒告訴啊，不要生氣啊。告訴你，這個 nail clipper 是叫做指甲鉗，你識講嘛？指甲鉗。唔係指甲鉗，指甲鉗。指甲鉗。哎，對啊，男定仔，你喺啲睇見嘛？小一點。沒有小一點的，個個都大嚿，邊啲揾小一點的？包餃子開始啊！我哋啊，一陣間仲要做包喎，係嘛？會。豆沙包。陣間要整豆沙包。睇嗰隻細啊，隻手肥啷啷。對，冇使嚟啊，撳嘅就得啊。Good job, baby。靚仔啊！哎呦，靚仔啲有隻窿呢，有隻窿喺啲啊。雪膠咪咁啊！啊件衫係姑婆買嘅，係我姑買嘅，買俾啲大嘅。隻大嘅穿嚟到隻大二嘅穿，大二穿到第3穿啊！你睇過我哋艱苦朴素馬喺美國啊？件衫3隻鬼仔，而家穿到最後嗰隻㗎。邊加邊換咪咁。隻最後嗰隻穿嚟到陣時佢冇穿，可能都差唔多冇穿得㗎。你睇過窄得。人都係咁啊，傳統艱苦朴素。隻細嘅呢，再大啲呢，件衫丟得啊，準備丟得啊，喺中國買嘅，在國內買的這個衣服啊，我的姑姑買的，在我老大小的時候買的。這個衣服呢，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現在老三穿，老三呢再穿個1年半載的這個衣服就可以扔掉了，因為這個地方破了一個洞。佢又冇理你呢，佢俾你拗嘅呢。哎呦！現在半夜呢。
國內半夜啦，是我們開始包餃子啦。我隻閪殼癢癢癢，實在你去梳梳你隻閪殼得嘛，癢癢癢得。我隻㗎，真係細嘅。我啱游水翻嚟。哦，日日得去健身係咁講嘛？今日健身有隻人喺嗰啲霸住隻位置，你冇得見到啊？係嘛？咪衝啊！撞啊隻腰骨。係對啊，你要撞得舒服啊！舒服嘛？而且啲水又碌係嘛？今日捱隻黑鬼佔啊！冇辦法。喂，冇得講啲咁樣冇利益團結啊話。佢撞成個幾鐘頭，佢都冇行，你講我咁偷佢行，佢都冇行。耶。OK，我包餃子咧，唔好同呢條開玩笑。哦 no， 你識講 no 嘛呢？你講 no 咧。Octavian，can you say no？ No。哎，係啊，南寧白話就係 no 嘅啊 ，no 嘅錯嘅猜嘅。耶，等下我去標咧啦，我話我冇影啊，拜拜。